我一叔叔说，孙荣的病情好像很严重。不会吧？千真万确呀！而且据可靠消息，他已经住院了，准备接受系统检查。哎，青春可真好啊！老爷，要听一下对话吗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小姐可能会有危险。明明是我先来的。王师弟身为我们学员，品性优良，尊师重道，从无不良记录。他屡次带领我们斗士们创造奇迹，学习态度端正，他善良有爱心，最关键的是还很和蔼可亲。不可能，一个小小筑基修士怎么会被动住？就是你抢了老子的排名，我会把你彻底消灭的。黄林师兄为了我特别准备的礼物。早日康复。